補充一下第6集咖啡同茶係咪好朋友呢個 topic， 亦都有提及到咖啡溝牛奶嘅好處。雖然係有好處，但係個人建議都係建議大家少加奶，因為唔少嘅專題項目都有提及到喺製作牛奶嘅過程中，為咗令牛奶能夠係非哺乳期分泌多啲牛奶，農家通常會添加一啲荷爾蒙噶，用嚟刺激乳牛牛產出更大量嘅牛奶，所以牛奶多多少少都含有啲殘留荷爾蒙。當然，適量嘅牛奶對身體有益，可以補充一啲必需氨基酸，但係記得唔好過量攝取。至於荷爾蒙攝取過多會有咩影響？第一係皮脂腺影響，第二係角質細胞嘅角化過程，佢哋嘅關係。當皮脂腺油脂分泌異常，角質細胞角化都會跟住變化，粉刺或者痘痘就會跟住出現啦，或者係毛孔變得粗大。所以我哋更加建議係小朋友青春期嘅時候，特別係患有乳糖不耐症，自己同家長都唔知嘅人，盡量避得就避。再者，仲考慮嘅就係經濟條件同埋環境條件嘅問題。好似你話要加奶，你中唔中意就咁加上去，定係你又多多要求，又要拉花又要剩咁？你有條件咪買或者整咯。但係你會唔會杯杯都要加奶，或者成日飲有奶嘅咖啡？講真啦，你飲得都要擔心肥唔肥呢樣嘢啦。所以咖啡同茶呢個 topic， 我哋建議最貼地嘅就梗係飲下咖啡，飲下茶，主要都要飲水，一日3杯，都要根據個人體質同埋按部就班。個人體質同埋生活習慣係相輔相成嘅，都唔係你話改變就可以即刻改變嘅。就以我哋整咗嗰個飲嘢時間簡表為例，都係冇咩指標同參考性嘅，因為香港人有好多返工都返好早，如果去到10點已經好攰啊，唔通就唔可以較早少少飲咩？另外有啲人返夜晚，唔通就冇權飲咖啡咩？規律先係真正幫助我哋走向健康嘅本質。唔係啊，我係講緊嗰啲生活意義啊、本質啊嗰啲嘢啊。本質啲嘢。